各位，今日呢條片你真係一定要睇到尾，甚至要這條片 save 低佢，share 俾你身邊所有65歲以上嘅親朋戚友。點解講得咁緊要？首先，我哋入正題，講下大家最關心嘅錢嘅問題。大家都知道，雖然話香港公立醫院收費已經好平，但係對於長期病患或者年紀大咗身體多毛病嘅嚟講，少數怕長計啊。你諗下，而家去急症室睇一次症，收費係180蚊。如果你要住院，急症病床每日收費係120蚊，普通科門診又要50蚊一次，專科門診首次診收費135蚊，之後複診又要80蚊，仲未計配藥費，每種藥物要收15蚊。你試下計一條數，如果一個75歲嘅伯伯，佢本身有血壓高、糖尿，每個月要複診，間唔中頭暈身興要去急症，甚至唔好彩跌親要住幾日醫院，一年落嚟，個醫療開支隨時幾千蚊甚至過萬蚊都唔定。對於一啲依靠積蓄或者津貼過活嘅老人家嚟講，呢筆錢絕對唔係講笑，係一個心理負擔嚟㗎。所以今次官方更新嘅這個醫療費用援助優化措施，重點就係針對呢個痛點。最新嘅消息係，政府決定優化成個減免機制，特別係針對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人士。重中之重，大家記住呢個歲數75歲。如果你係年滿75歲或以上，而你又係本身已經領取緊長者生活津貼嘅受助人，根據最新嘅優化措施，你係可以獲得全額豁免公營醫療服務嘅收費。我要強調多一次，全額豁免係咩概念？即係話，當你符合資格確認咗之後，你去公立醫院睇急症，嗰180蚊唔使俾；你住院住咗10日8日，每日120蚊嘅床位費唔使俾；你去專科複診攞藥，通通都唔使俾錢。呢個對於75歲以上嘅長者嚟講，真係一個超級大嘅喜訊。以前可能好多老人家因為驚要俾錢，有病都唔敢去睇醫生，或者痛都忍住唔去急症，驚加重仔女負擔。而家有咗呢個優化措施，只要你係符合資格嘅長生津受助人，基本上醫療財政壓力就清零啦。不過講到呢度，我知道好多觀眾朋友可能會問，咁如果我未夠75歲呢？我65歲、70歲，但我都有攞長者生活津貼喎，我有冇份啊？呢個問題問得好。其實個優化措施係分層次嘅，雖然話75歲或以上係重點優化對象做到全面，但係對於其他年齡層或者其他特定類別嘅人士，政府都有優化個申請程序同準則。講返個背景先，其實香港一直都有個機制叫醫療費用減免機制，以前叫得比較文縐縐，好多人未必識用。呢個機制原意係幫一啲有經濟困難，但係又唔係攞綜援嘅人。大家都知，如果你係攞綜援，即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你睇公立醫生本身就已經係免費，個身份證或者個系統已經會有記錄。但係有一大班人係處於夾心層，佢哋可能未窮到要攞綜援，但係又要長期睇病，醫療費真係好重皮。特別係攞長者生活津貼嘅，佢哋嘅資產同入息係通過審查嘅，即係代表佢哋經濟能力有限。但係以前佢哋如果想申請醫療費用減免，哇，個手續真係煩到想喊。我以前幫過屋企人搞，你就知有幾繁複。以前你要申請減免，你要去醫院或者診所個醫務社會服務部，即係見醫務社工，你要填一大沓表，又要申報你全家人嘅入息、資產，又要交銀行簿仔、租單、水電費單、查家宅咁查。最慘係乜？最慘係個批准有效期可能好短，有啲批得嗰3個月、6個月，或者只限某一次住院。即係話你個老人家本身都病緊啦，仲要佢或者佢屋企人每隔幾個月就去搞一次呢啲文件，真係折騰死人。所以今次官方更新嘅另一個大重點，就係優化申請流程同埋豁免遞交部分文件。呢個真係德政嚟㗎。具體嚟講，
如果你係長者生活津貼嘅受惠人，因為你喺申請長生津嗰陣，社會福利署其實已經審查過你嘅資產同入息啦嘛，政府個庫房已經有你嘅底啦。所以新措施之下，如果你係長者生活津貼嘅受助人，當你有需要申請醫療費用減免嘅時候，你可以豁免遞交部分文件。即係點呢？即係話醫管局同社會福利署個系統會做對接或者資料互通嘅優化。如果你本身已經過咗長生津個資產審查，你去申請醫療減免嗰陣，就唔使再重新由頭到尾證明自己無錢一次。呢個邏輯係好合理㗎嘛？既然社署都信你符合長生津資格，醫管局無理由又要你重新交過晒啲銀行月結單嚟審查多一次，這大大節省咗老人家同家屬嘅時間。尤其是對於一啲獨居長者或者仔女唔喺身邊嘅長者，以前要佢哋自己去銀行打簿、影印，真係好難搞。而家簡化咗，佢哋就容易處理好多。特別留意返，剛才提到75歲或以上嘅長者生活津貼受助人係完全豁免，而對於75歲以下嘅長者生活津貼受助人，雖然未必話自動全免，但係個審批程序會寬鬆咗同簡單咗。政府個方向係希望做到錢跟人走或者福利跟人走，唔使市民做跑腿。除咗長者生活津貼人士之外，今次更新資訊仲提到特定類別人士都係完全豁免公營醫療服務收費嘅對象。咁邊啲係特定類別呢？除咗剛才講嘅75歲或以上長生津長者，當然包括本身已經享有豁免嘅綜援受助人。另外，仲有一啲係屬於特別弱勢嘅群體，例如嚴重殘疾人士或者某啲特殊病患類別，經過評估之後都可以獲得全額豁免。呢個改動係為咗確保社會上最無能力負擔醫療費嘅人，唔會因為無錢而得到不到適當嘅治療。講到呢度，我想同大家深入分析下，點解政府會喺呢個時間點推出呢啲優化措施，同埋作為市民，我哋實際操作上要注意啲咩細節？首先，我哋要明白香港人口老化嘅速度係非常之快。根據統計，到咗2036年，65歲或以上嘅長者人口可能佔總人口成30%，即係話每3個香港人就有1個係長者。隨住年紀大，醫療需求一定係幾何級數上升。如果繼續用以前嗰種逐個個案審查、逐張單據核對嘅方式去處理醫療減免，醫務社工做死都做唔切，行政成本亦都會高到嚇死人。倒不如直接畫條線，75歲以上又有長生津嘅，即係已經確認咗係基層長者啦，直接批個全免俾佢，慳返嚟嘅行政人手同時間，分分鐘仲多過收返嚟嗰少少診金。所以呢個政策其實係雙贏，既幫到長者，又減輕政府行政包袱。咁具體操作係點呢？呢個係大家最緊張嘅部分。如果你屋企有個75歲以上嘅長老，佢而家已經攞緊長者生活津貼，你需要做啲咩呢？根據官方嘅資訊，大部分情況下，呢個豁免資格嘅更新係會自動化或者系統化處理嘅，即係話，當你去公立醫院登記嗰陣，職員一入你張身份證，個系統就會顯示你係符合豁免資格人士。不過喺政策實施嘅初期，或者系統對接期間，我強烈建議大家都要做多一步保障自己。第一，check清楚自己或者長者係咪真係攞緊長者生活津貼。好多人搞錯㗎，以為有政府錢入戶口就係。香港有幾種老人福利，一種叫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呢個係70歲以上就有，唔查資產入息嘅，錢少啲。另一種叫長者生活津貼，呢個係要查資產入息嘅，錢多啲，大概4000幾蚊個月。今次講嘅醫療全免優惠係針對攞長者生活津貼嗰班，特別係75歲以上嗰班。如果你只係攞緊普通生果金，係未必享受到呢個全免優惠㗎。所以嗱臨攞返本銀行簿仔出嚟睇下，每個月入數嗰個項目係寫咩名，確認返個身份先。第二，關於豁免證明書，雖然話系統會優化，
但係如果你係屬於個案比較複雜，例如你啱啱先開始攞長生津，或者你個檔案有更新，安全起見，下次去復診或者去醫院嗰陣，可以主動去詢問處或者醫務社工部問一聲，我係75歲以上攞長生津嘅，我係咪已經豁免咗收費？唔好怕醜，問多句唔會蝕底，因為有時系統更新有時間差，如果你唔出聲，佢照出張單俾你，你又乖乖地去交咗錢，雖然話理論上可以退，但手續就麻煩好多啦。第三，關於嗰個部分文件豁免，如果你係未夠75歲，但係又有困難想申請減免，你要記住，雖然話可以交少啲文件，但係主要嘅證明都係要準備定，例如你自己嘅身份證明文件、長者生活津貼嘅證明信。優化措施主要係豁免你再去銀行打幾十頁簿或者去揾僱主寫證明呢類繁瑣嘢。你去到醫務社工嗰度，同佢講，我有長者生活津貼㗎，我想申請醫療減免，社工就會識得幫你用簡化程序去處理。仲有一點好重要，好多人會混淆咗醫療券同呢個醫療費用豁免，這是兩樣完全唔同嘅嘢嚟㗎。醫療券係政府每年派俾你去睇私家醫生、睇牙醫、睇中醫用嘅，而今日我哋講嘅呢個全免或者減免，係講緊去公立醫院或者公營醫療服務，兩樣嘢係無衝突嘅，即係話你就算係75歲以上長生津受助人，你在公立醫院睇病唔使錢，你戶口入面啲醫療券係唔會扣㗎，你可以留返啲醫療券去私家診所洗牙、配眼鏡或者睇私家醫生都得，千萬唔好以為公立醫院免費咗，醫療券就會無咗，兩回事嚟，千祈唔好搞錯。講返個75歲呢個界線，點解定喺75歲呢？其實官方考慮到75歲以上嘅長者，身體機能衰退得比較明顯，使用醫療服務嘅頻率係最高嘅一班，而且去到這個年紀，大部分人都已經退休好耐。積蓄只會越用越少，將資源集中投放在這班最高風險、最有需要嘅身上，係符合社會資源分配原則嘅。我再舉個實際例子俾大家聽下，等大家容易啲明白個分別。假設有個陳伯，今年76歲，同個仔住，個仔揾食都艱難。陳伯自己有少少積蓄，但唔多，符合申請長者生活津貼嘅資格。每個月攞緊4000幾蚊津貼，喺舊制或者未優化之前，陳伯如果跌親入醫院住咗2星期，出院嗰陣，張單可能要收佢2000幾蚊。對於陳伯嚟講，2000幾蚊係佢大半個月嘅津貼嚟㗎，佢會好肉赤。如果佢想唔俾呢筆錢，佢個仔就要幫佢跑去揾醫務社工，填一大堆表，解釋點解阿爸俾唔起。仲要俾社工審查佢個仔有冇供養阿爸等等，搞一大輪，可能先批得那一半或者全免。但在新優化措施之下，陳伯今年76歲，又有長生津，佢一入院，系統顯示佢資格符合，佢住2星期醫院，出院嗰陣，職員同佢講：陳伯，手續搞掂啦，你可以走得啦，唔使俾錢。你想象下，呢個分別有幾大？陳伯唔使擔心錢，個仔又唔使請假去搞文件，大家都舒服晒。這就是政策優化帶來嘅實際好處。不過凡事都要睇兩面，雖然話優化咗，但大家都要留意一啲潛在嘅問題或者誤區。首先，唔好濫用。雖然話公立醫院免費，但大家都知公立醫院排隊排到天荒地老，急症室動不動就等8個鐘。10個鐘，政府豁免收費係想幫大家減輕負擔，唔係鼓勵大家有事無事都去急症室當診所用。如果只係傷風感冒少少唔舒服，其實用醫療券去睇屋企樓下個私家醫生，可能仲快靚症，亦都留返啲公立資源俾真正有急切需要嘅人。這一點我哋做市民嘅要有公德心。其次，關於特定類別人士嘅定義，除咗長者，其實仲有一些長期病患或者殘疾人士都受惠。如果你屋企有智障人士、精神康復者
或者領取傷殘津貼嘅人士，雖然佢哋未必係75歲，但係佢哋都可以去了解下優化後嘅醫療減免機制。因為官方嘅方向係想簡化手續，所以即使唔係自動全免，申請起嚟都一定比以前容易。建議大家可以上社會福利署或者醫管局嘅網站，或者直接打去熱線問清楚自己屬唔屬於特定類別。再者，大家要留意政策嘅實施日期，官方發佈消息通常會有個生效期。雖然我今日同大家講咗呢個好消息，但大家記得要確認反正式生效嘅日子。通常呢類涉及系統改動嘅政策，會有個過渡期，在過渡期內，可能舊嘅程序仲運作緊，所以如果你聽日即刻衝去醫院話要免費，可能職員會話系統未update。最穩陣嘅做法，都係保留好所有覆診紙、收據，萬一真係收多咗你錢，而你又符合新政策資格，將來都有得追溯或者搞退款。但根據過往經驗，政府推得呢啲惠民措施，通常都會盡快落實，大家密切留意新聞公佈嘅日子就得。仲有一點想提醒大家，就係關於地址同聯絡電話嘅更新，因為政府或者醫管局要通知你，或者系統要核對資料，最怕就係你搬咗屋又無改地址，電話又改咗無通知。特別係老人家，有時搬去同仔女住，或者入咗老人院，啲信寄返舊屋收唔到。如果你想確保自己順利享受到呢個豁免優化，記得確保你在社署同醫管局留嘅地址係最新嘅。如果唔係，寄封確認信俾你收唔到，個系統當你聯絡唔到，暫停咗你個資格就無謂啦。另外，如果你對於申請資格有懷疑，例如你唔肯定自己攞緊嗰個係咪長生津，定係普通生果金，最簡單嘅方法，攞出你個銀行存摺，去銀行打簿。如果見到每個月入數金額係4000幾蚊，咁通常就係長者生活津貼；如果只係1000幾蚊，咁就係普通生果金。如果你發現自己只係攞普通生果金，但其實你資產又唔多，符合長生津資格嘅，咁就嗱臨去社署申請轉做長生津啦。因為一旦轉咗做長生津，除咗每個月多幾千蚊使之外，仲會連帶有埋呢個75歲醫療全免嘅福利，呢條數真係好襟計㗎。仲有人問過我，如果我係75歲以上，但我無申請長生津，因為我懶得搞資產審查，但我又想醫療全免，得唔得？答案係通常唔得，因為個全免嘅前提係建基於你係長者生活津貼受助人或者綜援受助人呢個身份上。政府係用呢個身份嚟確認你嘅經濟狀況。如果你無申請長生津，政府系統入面無你嘅資產資料，佢唔會無端端俾個全免你。所以如果你符合資格，記得一定要去申請長生津，呢個係入場券嚟。最後，我想講多少少關於公營醫療服務嘅心態。雖然話錢就豁免咗，但醫療資源真係好寶貴。我哋香港嘅醫護人員做得好辛苦，急症室長期爆棚。政府推出呢個措施係想照顧弱勢，唔係想鼓勵濫用。希望大家在享受福利嘅同時，都多啲體諒前線醫護人員。如果只係輕微不適，善用基層醫療，睇下私家醫生或者普通科門診，留返急症室資源俾更有需要嘅人。好啦，今日講住咁多先。希望各位身體健康，長命百歲，有福利記得盡享，生活無憂。我哋下條片見，拜拜。